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平民開荒神隊，低雄都可以12 level 開5級地，23 level 開6級地。雖然港台服嘅太史慈仲未改版，不過吹風出咗之後，太史慈嘅開荒能力可以同姜夏確媲美。呢一隊雖然只係得太史慈一個單輸出，但係佢有諸葛恪嘅抵禦加埋左慈嘅規避，令到呢一隊兵選大多數都好低。我主要輸出太史慈只係2紅嘅情況之下，配合咗碰瓷都可以12 level 開5地，而我碰瓷就準備咗4隊。喺開季嘅時候，我先會用重塑券將黃月英重塑，然後就用嚟組成4隊碰瓷。組合 A 第一隊就用張讓、黃月英同埋周太，第二隊就係用孫尚香加凌統，而組合 B 第一隊就用賈詡加呂蒙，第二隊就係用馬超加凌統。如果組合 A 嘅凌統受咗重傷，喺組合 B 馬超加凌統就可以換成馬超加黃月英，重塑咗嘅黃月英就可以上場。一般情況我用完組合 A 加組合 B 4隊坐5地都會碰到7000左右先打，咁樣就大機會可以打贏5地。而同樣6地我碰瓷到13000左右先會開打。咁呢一隊喺20 level 之前，諸葛恪會配武風配點傳統術，太史就會用吹風配點全武力，而左慈就會用無當配全智力。而喺20 level 之後，諸葛恪就會用士別，太史慈就會用速成，而左慈就會上成器。如果第一隊係玩慷慨攻，可以考慮呢一隊開荒，或者係直接用呢一隊開荒攞轉其他隊都可以。畢竟比起姜維，太史慈會比較容易有紅道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